因为个清军专题继续带他去看回流屋，抗人大量个来到清军系套空气严禁个事情，特别为到带恐下韩国来防疫，拖下个清军是被骗失去进度个土流。拖加人民深度嘅良工体系，到底下寒酸流邦外草，同天然公系客家为界非常好，像係克服先機，是羅風人界。佢唔單止係哋下中國算係動態、超態嘅微量物，同埋保存到東好，向下一看下。我们整个后湖新居分3部分组成，是门前的乐池。刚才我们经过比较宽敞，那个叫和平。进来这里之后就是建筑本体。整个房子的3部分的占地面积是25000平米，所以还是比较大的。刚才有同学问我走完这一圈要多久时间，我跟他说是40到1个小时左右，他惊呆了。行一站前后40分钟，主题也在微量物有几台嘅。一下亮光启动台，一只企业面积大概做台北市的3批案台，这样是所讲太亮光体系，含包含一下平山同太平2只新区，面积含较发。一规搭的体系係行人遇到一下沉准清水的素材，核心還係一下亮光。對清朝中期到一下，是由一撮又一撮，像係學府新機，按樣嘅加速微量物。它呢选址也是非常的重要，对一个客家建筑来讲，那旁边有山有水，那大部分客家围也是这样，建在山脚下，那鹤湖新居也是这样，那在地势上就有这样一个特点，前面低后面高，这一方面呢有利于这个围屋的雨水还有生活用水的排出，最终呢这些都汇到了前面这个乐池里面，客家人讲究水为财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客家微量物有隻特色，做草山向水；有隻講法係前水係江，後山係平，風水池到頭前，同主古嘅土上地度，行工業越行越高。學府前期嘅背後，本單沒有錯矮山呢，同都市開發家下本人產體嚟。主頭學府前期嘅內蒙高樓巷有一個學府書院，羅王人用公積金對老百姓學童先生落嚟教書，羅王嘅肢體特殊唔事前。對清朝中期到民國初年，長期做佐等體系嘅教育。羅王人從事教育，幾十年呢，每同老輩讀書，喺度地位有隻學院主題入面讀書。特別講緊清朝時節，唔單止幾十歲，還有幾十百歲學生嘅主題地位。當然唔單止羅王人，還有附近嘅客家莊頭肢體，咪共用來一片讀書。羅氏家族現在留在羅瑞河這邊一個村叫羅瑞河，他們家族的話。整個人口是達到了2000多號人，而現在留在家族裡面的只有150多號人，大部分人1000多號人都在國外。我感覺現在做了博物館是很好，對以後的後代也有一個紀念式的東西，對我們以前祖宗的產業什麼東西都好。有什麼好事是結婚什麼東西過年都過來這裡拜祖宗的。學府前期雖然上係陳俊市政府管理，不過羅王人還係所有權人。博物館當即同羅王人互通，實際上羅王人嘅好壞事情，未單單都同學府前期地度來期盼。唔單止係同學府前期，陳俊也還保留下來客家微量物，做啲講風頭內人所有嘅好壞事情都含同一共同來判。同客家微量物就看得出一隻假錯，頭擺要按到馬街公用嘅歷史。客家新聞陳千美、鍾榮秀、陳俊報道。